場賽事4班1650泥地，大熱暫時係9，黃旗佢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有隻馬大慢閘開心3多啊！前面快㗎嘛，天時明區入邊搶上去啊！中間有飛騰吹大外檔呢就新意馬，咁啊中間仲有閃耀威龍啦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啊川河營區白衫嗰匹啊，內欄第6呢仲有怡勁力啦，馬林中間藍衫藍帽幸運震撼啊，內欄啊大將雕神啦，外邊粉紅帽呢仲有帝豪星區啊，後邊5匹馬悠悠乾坤爆熱攝咗入去內欄尾4啊，尾3大利好運啊藍衫嘅，尾二黃衫就年年有福啊，暫時帶到後出閘慢咗嗰匹呢就開心3多嚟㗎，好啦跑對面直路咯。 新意馬就放頭嘅，第2位就閃耀威龍啊，第3位內欄呢就天時明區啊，分列4、5位嘅馬，埋邊藍衫呢就怡勁力啦，出邊紅衫係飛騰追啊，再後多層第6位啦，白衫嗰匹就川河營區啦，後邊嘅馬內欄大將雕神馬林，中間藍衫幸運震撼啊，外邊呢仲有帝豪星區啊，後邊5匹馬悠悠乾坤啦，尾4係爆熱啦，尾3內欄藍衫係大利好運啊，後邊2匹馬年年有福同埋開心3多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新意馬仲係佔先嘅閃耀威龍嘅第2位，天時明區係內欄第3啊，第4位有飛騰追係紅衫嘅，埋邊係怡勁力啦，攞出去外邊啊係川河營區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大將雕神攝內欄啊，咁啊仲有大利好運啊，外邊追嘅馬呢就係悠悠乾坤年年有福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新意馬之嚟一個身位嘅，見到天時明區開始追佢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啊閃耀威龍啦，內欄怡勁力啦，外邊川河營區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前面新意馬放到順晒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個零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天時明區係第2、第3，外邊追上嚟有大利好運，埋邊第4係怡勁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離晒跟前啊，或者貼欄嘅馬噶啦，新意馬咁啊落咗班，大外檔擺前放，結果打開城門啊！跑第2名噶嘛，天時明區一路跟住佢跑噶啦，第3得一隻追，大利好運，埋邊怡勁力跑翻個第4。落班擺頭一放到尾，新意馬跑第2名，天時明區大利好運追過第3。